是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。来看南投草屯的新丰社区，甲外地的科技网摕来做吊饰，除了训练长辈手甲目睭的协调性，这个作品嘛会当摕来装他布置社区。 许多人动手甲因认袂到的科技棒摕来制作古锥的美术作品，趣味课程，互阿公阿嬷有机会当振动脑筋思考，可以当互因活动手筋头发，训练生活变得真趣味。这个构想非常的好，就是让我们有动脑啊，有动手啊，才会做出一个漂亮的花灯。一向重视环保的新丰社区，真侪物件拢是中和利用。因这边就甲送到外地旧后的科技棒收集起来，伫咧课程内底来发挥使用。阮就是足经济利用啦，足环保的啦，安尼，互阮这的长辈安尼。 嘛，足骨力学的啦。许多人讲用心做起来才会水。针对新丰社区每一遍用心规划，无同款的课程，拢上加亲赴新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